国安义务为理由嘛继续保存。来关心观光署第3份公布，顶半年来咱台湾的国际观光客人数有381万人次，这是离今年定出上千万人的人次的目标是抑个差真远。观光部新的部长陈世凯是表示，像外国游客来台湾佚佗，即马是交通部刷落来要拍拼的目标。另外，咱台湾的航空公司即马是有推出登机证和护照，就会当来用较俗的价格来买台北捷运第72点钟来载你坐车票。上船自由行的旅客有国际航空推送，用登机证加护照到机场指定地点，会当用优惠的价格买台北捷运72点钟的票券，算起来一天80块台票，会当无限次数来坐，希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佚佗。Compared to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subways, I think the MRT is very reasonable. It's very clean as well. 要看多少啊？这个机票有多少？应该有个5节，我们应该会考虑一下的。一个7节以上就好像不太吸引。旅游电商平台业者观察，海外旅客来台湾上介意买交通票券、景点门票、特色体验加一日游的行程。其中今年前2季，交通类商品销售比去年同期成长差不多2成。看好这届商机，嘛继续杀票券的优惠。海外旅客销售最好的就是跨县市移动的高铁票券商品。那我们就是也会在9月中的时候跟高铁一起合作推出买1送1的优惠。观光署统计，到6月底有381万3321个外国籍旅客来访，其中日本旅客有回流的趋势，占比15.99%。过来是香港旅客，韩国旅客累计超过50万人，排第3。再来是美国、加马来西亚。只不过顶半年结束，来台湾的旅客较无400万人，年度目标1000万旅客是毋是顺利达成？交通部长陈世凯上任头一天就表示，会推撒观光特色，争取外国籍的旅客。我们也跟地方政府呢一起去给他们推荐他们县市辖区的景点，我们叫做台湾观光100亮点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我们在10月份可以来开始这样子做卷动。另外，为了鼓励来台湾旅游，观光署自乌志明市办事处已经甲越南柬埔寨旅行社合作，9月开始送4个人来台湾1个免费，多方面做伙做，必拼达成全年1000万旅客来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出名